台湾也按多年来也出现了许多个新农民，人生行到没有在集团那家庭而来做工作人。工作嘅后门过太，唔过对许多新农民来讲，因年轻烦恼嘅唔咩嘢嘅，希望喺工作过太一些的面积，有时有许多人力，加加入过难前面多人咯。那我有位人呢，想讲因能爱用对环境友善的方式来工作，唔过前度适合无数多污染的天，色彩冇咁简单。我已经把所有的心血跟所有的资金，不管各方面，全部都投入在这个农业上面，所以基本上不可能会再离开农业这个行业了。对，因为我已经没有退路了，我一定要继续往前冲就对了。因为想过简单的想法，张志凯4年前结束体育台式干部嘅事，先出转台湾做工作人。不过，佢咩农家肢体也完全唔晓工作，所以佢参加农委会嘅漂亮计划，上250点钟嘅技术课程，去到公馆乡嘅有机农场学习经验了后，将正经开始做农。以前在农民学院跟漂鸟营都上过专业的课程，所以技术上面是没有什么问题。那加上我们全省各地的改良场，他们有专业的这些博士、硕士，他们都可以协助我们处理在这个作物上面的问题。透过小地主太天农嘅政策，张志凯同苗栗市府那片做4公頃嘅土地种植同插粮。张志凯讲，3年来佢很多学习同实践，虽然耕种技术农事嘅程度改革嘅方法，不过按太面积嘅农地，闹收脚就当上路径。因为我们是有机的稻田，有机的田它不用除草剂，所以你一定要用人力去把这些杂草拔除。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很大量的人力去做这些事情。对，那像这个时候就很难找到工人说可以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子。农村人口老化，张志凯就拍摄请老农民做出席，所以特别爱帮助嘅是，佢拢爱去拍个钟头请朋友来听秀。去年单请系帮助嘅工钱就开80万，物界拢爱时间来食材乃唔好，所以今年佢要开290万买一台太型机械。所以这是一台工作母机，可是它的后面的部分它可以挂施肥桶，它施肥桶一次就可以下10包肥料，哦，然后可以做开沟的动作，可以做打田的动作，可以做那个水田的整平，那全部都是附加的东西，只要挂在这一台母机上面，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有农民受冇人听笑，有农民喺为咗潜体就用拍当多嘅时间。王世聪4年前辞拍条路，佢天回归自然，佢先同老农民合作农事经验，然后又用拍4年嘅时间，将同南澳那片前到7公頃嘅土地种植同插粮。刚开始是，就是四处放消息，然后请朋友帮忙打听有没有土地要承租人家。哦，那前半年是没有机会了。啊，我的，大部分在台北问的地都是大家等着要变卖，很少说因为你一点点的租金他就租给你，因为他是那个买卖的价格是高于这种小租金的。呢段时间，王世聪也透過專門提供農地出租資訊嘅農田銀行潛工體，不過因為佢按算做自然農法，要係太面積工作，將是得壓低成本。當到農地山東已經受到農藥同化學配料嘅污染，要尋到適合嘅工體，真經無咁簡單。大部分都是那個有噴藥、有施肥的農田就在旁邊，哦，那你要一個一個的去把它鼓勵成轉做有機的，是很困難的。要長久的時間啊，或者是除非說，村裡面有人支持，或者是里長支持、村長支持，這樣才有辦法形成一個有機班。如果單靠一個小農吼，你要做有機耕作是蠻困難的，就是在找適合的土地是不容易的。有心做有機，也係自然農法嘅後生農民當道。張志凱同王世聰攏係單人通馬2個人來，利用契作賣唔係問題。雖然無法度賺當多錢，只無漸漸賺本利，見錢受界，點都係結構性嘅問題。
农村嘅后生人少，城里嘅农体也越来越少。完全利用农业，温室加同生态环境，拢是个安心农业。对新农民来讲，系国家大嘅条件。